原來鱷魚血除咗補血補肺之餘，仲可以抗炎抗菌。成日都聽坊間有好多人講話鱷魚肉補肺祛濕，對哮喘啊、風濕啊、貧血啊，甚至係咳啊咁都好有效。但係可能就要飲好多鱷魚肉湯先至真正見效，而且對毛孩嚟講都好難日日煲鱷魚肉湯俾佢哋飲。有啲偏食或者冇胃口嘅毛孩就更加難啦。其實鱷魚所有嘅秘密都喺啲血度。鱷魚係地球上唯一唔會患癌嘅動物，係已知爬行動物裏邊最長壽嘅一種。鱷魚嘅秘密就喺佢哋啲血裏面，有血紅蛋白氨基酸鏈，有超強嘅潰瘍能力，仲有極豐富嘅超氧化物岐化酶，同埋一種超級嘅宿氨酸，對腫瘤細胞有極強嘅壓抑同埋殺滅能力。科學家仲喺啲野生鱷魚血裏邊提取到一種超級嘅抗生素克羅迪林，可以殺死一般抗生素唔能夠殺滅嘅細菌。所以鱷魚血最大嘅功效就係補血之餘，有抗菌抗炎嘅功效。鱷魚血唔單止可以舒緩久咳哮喘，仲可以增強造血、養血補血，減輕嚴重嘅皮膚病，促進傷口愈合，仲可以改善貧血，增強肝臟排毒代謝，所以連免疫力同吸收力都會好咗。有義工仲教返我哋將鱷魚血粉撈埋喺羊奶裏邊，一齊俾啲毛孩嘅 BB 飲，唔單止存活率高咗好多，仲大得好健康添。平時見到毛孩好多眼屎，有皮膚病，甚至係更嚴重嘅內臟問題，都係源自於身體裏面有好多炎症。其實同人類一樣，食得多人造加工嘅嘢，都會增加肝腎嘅負荷，令到發炎嘅可能性增高。重心堂堅持做出每一樽都不稀釋、不添加、不改造嘅泰國暹羅鱷魚血粉，每樽鱷魚血粉都只有精細嘅鱷魚血粒子，務求令每位主子都可以得到最好嘅保護。認住重心堂獨家代理嘅鱷魚血粉，有任何問題都歡迎隨時 WhatsApp 我哋查詢。